大家好啊！Nunu Channel 今日同大家分享嘅飲食小知識就關於銀髮飲食。隨住年齡增長，長者就會出現身體機能同埋記憶力衰退嘅問題，再加上高血壓、高血脂、高膽固醇嘅問題，長者仲要面對肌肉退化萎縮，甚至行動不便。究竟長者需要補充啲咩營養嚟改善呢啲問題啊？美國營養師 Mary Johnson 就提供咗有10種長者唔可以唔食嘅食物啦。未入正題之前，先同大家做個小呼籲，希望大家對於 Nunu Channel 我分享嘅內容能夠點讚、分享同埋留言，因為我需要大家嘅支持啊！希望大家能夠免費訂閱我頻道，我亦都開通咗 Super Fans， 希望你可以鼓勵我一杯咖啡，又或者 Nunu 貓一包貓貓餅。如果大家睇到喺我嘅頻道裏邊有廣告，希望大家能夠睇晒佢，作為少少嘅鼓勵。我需要大家嘅支持，希望有力量可以持續發展，繼續分享唔同嘅內容。喺我嘅頻道裏邊，我會分享一啲健康嘅信息、文化嘅內容，有陣時亦都會有經濟啦、地產啦，好多唔同嘅內容噶。希望大家可以俾我多啲嘅力量，多啲嘅鼓勵啊！多謝大家嘅支持。銀髮長者所需嘅熱量較成年人為少，所以特別需要喺日常飲食之中選擇營養價值較高嘅食物，包括水果、蔬菜、肉類同埋低脂奶製成品同埋全穀類。只要選擇合適嘅食物，就能夠有助延緩衰老，食得健康，既能夠護心血管，又能夠護腦，亦都能夠抗衰老。美國營養師就推薦長者有10種必食嘅健康食物。其實除咗長者之外，我相信以下介紹嘅10款食物，任何年齡組別嘅人都應該啱食噶。未同大家講嗰10種食物之前，先同大家睇下隨住年齡增長，人需要面對啲乜嘢問題啦。第一就係消化系統問題。根據2019年美國 NIH 嘅一項研究，衰老就會影響胃腸系統嘅各項功能，包括咗蠕動、酶同埋激素嘅分泌、消化同埋吸收。研究指出，由於長者活動能力下降，或者會有認知障礙，服用藥物同埋飲食就會有所變化，便秘嘅機會亦都隨之增加。呢個問題就肌肉量流失，隨住年齡增長，長者嘅肌肉量就會流失，呢種情況稱為肌肉減少症。根據《衰老研究評論》雜誌上面發表嘅一篇評論，佢就指出咗導致衰老後肌肉質量損失嘅主要2個原因，就係肌肉萎縮同埋肌纖維損失。第3，面對嘅就係骨質疏鬆問題啦。2018年美國 NIH 嘅一項研究指出，隨住年齡增長就會影響骨質流失，包括遺傳、營養同埋生活方式。骨質減少或者骨量流失就會發展成為骨質疏鬆症。佢嘅特點就係骨質嘅密度降低，同埋骨質流失率亦都增加。以下 Nunu Channel 就同大家分享啦，長者必食嘅10種食物，食得健康，自然嚟講啦，延緩衰老，亦都可以開開心心過每一日啊。第一就係三文魚。三文魚含有豐富嘅 Omega-3 脂肪酸，對於大腦、眼睛、心臟、血管、肺、免疫系統同埋內分泌系統都有一定嘅作用。除咗長者之外，其實後生嘅你，又或者年輕嘅小朋友食三文魚都有益，因為三文魚含有豐富嘅 Omega-3 脂肪酸，係長者必須要嘅營養素。Omega-3 脂肪酸對於大腦、眼睛、心臟、血管、肺、免疫系統同埋內分泌都有一定作用。克嘅三文魚就含有2.2克嘅 Omega-3 脂肪酸，25克嘅優質動物蛋白，仲有豐富嘅維他命、礦物質，包括咗鎂啦、鉀、硒同埋維他命 B 族等。第二就係沙甸魚。沙甸魚含有豐富嘅 Omega-3 脂肪酸、鉀質、維他命 B12 同埋蛋白質，有助維護心血管同埋腦部嘅健康。沙甸魚係一種青背魚，同青魚、秋刀魚同科，係常見嘅食用魚，主要棲息喺東北大西洋、地中海地區，一般都會被製成為罐頭，好少直接食用。沙甸魚含有豐富嘅 Omega 脂肪酸、鉀質、維他命 B12 同埋蛋白質，有助維護心血管同埋腦部健康。而
而沙甸魚罐頭喺加工過程裏邊就會將嗰啲骨頭壓碎，所以食用沙甸魚罐頭亦都可以補充骨骼所需要嘅鈣質。第三就係羽衣甘藍，羽衣甘藍含有維他命 A、C、胡蘿蔔素同埋葉酸，可以保護眼睛健康，對於防止黃斑病變有一定嘅作用。羽衣甘藍嘅纖維含量極高，有助腸道蠕動，亦都可以幫助排便，亦都可以預防便秘嘅功效。羽衣甘藍含有豐富嘅維他命 A、C、胡蘿蔔素同埋葉酸，對於保護眼仔健康、防止黃斑病變有一定作用。相信除咗長者之外，大家成日用眼都需要，所以羽衣甘藍係一種好嘅食物啦。羽衣甘藍嘅鈣質含量都豐富，另外亦都含有豐富嘅維他命 K， 對於長者嘅骨骼健康都好重要。第四就係海藻，海藻所含嘅多糖體亦都有助抗氧化，有助防止氧化嘅反應，喺長者炎症同埋其他健康問題之中發揮一定作用。海藻具有高營養價值，含有多種人體所需嘅營養素，譬如維他命 A、B、C 同埋 E， 另外亦都含有鉀、鈣、鎂、磷、鋅、錳等等嘅礦物質，其中嘅硒同埋碘嘅含量亦都高。碘係人體用嚟製造甲狀腺激素嘅礦物質，裏邊嘅多糖體有抗氧化特性，幫助咗防止氧化反應。記住，長者有炎症或者其他問題，海藻發揮一定作用。第五就係大蒜啦，大蒜含有豐富嘅營養價值，所含嘅大蒜素有助降低血壓同埋壞膽固醇嘅作用。攝入大蒜亦都有助降低胃腸癌嘅風險。大蒜含有豐富嘅營養價值，包括糖類、蛋白質、維他命 B1、B2、鈣、磷、鐵等等嘅礦物質，同埋30幾種唔同嘅蒜氨酸。大蒜含有嘅大蒜素可以降低血壓同埋壞膽固醇，減少咗胃腸癌嘅風險。如果生食大蒜嘅方式攝取嘅話呢，亦都能夠獲得更多嘅營養素。不過我就覺得啦，生食大蒜應該呢都會唔係咁容易入口啊。不過各適其適，大家喜歡啦。第六就係薯仔，薯仔所含嘅維他命 B6 有助色胺酸轉化成為於鹼素，可以調節情緒同埋改善睡眠質素。薯仔就係鉀、鎂、鐵、銅、錳嘅良好來源，仲含有豐富嘅維他命 C 同埋 B 族。2021年針對美國人嘅一項研究指出，進食薯仔嘅人比唔食薯仔嘅人可以攝入更高水平嘅營養素，例如維他命 B 族、膳食纖維、蛋白質同埋礦物質。我相信呢啲嘅物質對於唔係美國人都有益啊。薯仔所含嘅維他命 B6 有助色胺酸轉成為於鹼素，從而調節情緒同埋改善睡眠質素。但係記住，薯仔嘅熱量較高。一個中型嘅薯仔已經等於半碗飯嘅熱量，長者食用嘅時候就需要注意個攝取量啦。另外，其實呢，注意體重啊，對於健美嘅人呢，食薯仔雖然有益，但係同樣地都要注意下個份量同埋攝取嘅熱量。第七就係藍莓啦，藍莓含有花青素、類黃酮、葉黃素同埋其他嘅酚類化合物，可以預防冠狀動脈硬化、中風，降低咗罹患癌症嘅風險。藍莓果實之中，除咗常規嘅糖、酸、維生素 C 之外，亦都含有豐富嘅維他命 E、A、B、紅果金、蛋白質、纖維、果膠以及礦物質，包括咗鉀、鐵、鋅、鈣等。藍莓含有豐富嘅植化素，包括咗花青素、類黃酮、葉黃素同埋其他嘅酚類化合物，可以中和體內因為新陳代謝產生嘅自由基，而令到身體免於受自由基嘅侵害，包括咗血管內皮細胞嘅保護，預防冠狀動脈硬化、中風同埋罹患癌症嘅風險。藍莓對於糖尿病、失智症、泌尿道感染、黃斑部或者係白內障等等嘅退化性眼疾都有一定嘅預防效果。
就係雞蛋啦。雞蛋可以降低長者中風同埋心臟病嘅風險，亦都可以增強記憶力同埋保護眼睛視力，仲能夠提供長者所需要嘅優質蛋白質。雞蛋營養好豐富，其中蛋白係冇膽固醇，營養成分相對單純。除咗含有豐富嘅蛋白質之外，仲有少量嘅維他命 B 群同埋葉酸。至於蛋黃呢，就係含有豐富嘅卵磷脂以及維他命 A、B12D 葉酸、鈣同埋鉀。雞蛋可以降低長者中風同埋心臟病嘅風險，亦都係增強記憶力同埋保護眼仔健康。加上一隻雞蛋嘅熱量大概只有70卡路里，能夠提供優質蛋白質之餘，亦都可以增加飽足感，對於長者體重嘅管理好大作用啊！其實除咗長者之外，一般人包括咗注意健康、注意健美嘅大家都需要，而且成長中嘅小朋友，我相信蛋黃都好吸引啊！第9就係苦瓜啦，苦瓜含有可溶性纖維，食用之後升糖指數會降低，同埋能夠協助維持胰島素喺正常水平，抑制高血糖嘅形成，有助阻止癌細胞嘅成長。苦瓜含有豐富嘅維他命 A 同埋 C， 另外亦都含有豐富嘅礦物質鐵、鎂、鉀。綠胡蘿蔔素亦都係西蘭花嘅2倍，亦都有多種嘅抗氧化劑，有助維持細胞正常發育，並且能夠強化微血管嘅滲透性，令到血壓得到控制。另外，苦瓜含有可溶性纖維，食用之後升糖指數會低，亦都能夠協助維持胰島素正常水平。亦都可以抑制高血糖嘅形成同埋癌細胞嘅生長。第10就係黑朱古力。研究發現黑朱古力有助於預防心血管疾病，可以幫助降血壓同埋抗炎症，仲有能夠幫助到增加胰島素嘅敏感度。Nono Channel 都好中意食黑朱古力㗎，特別係越高度數超過70度嘅，甚至乎去到90度嘅黑朱古力。Nono Channel 就覺得苦得嚟好特別啦。黑朱古力咧就係由烘焙過嘅可可豆製出嚟嘅食品，有高含量嘅多酚同埋類黃酮，具有極高嘅抗氧化性。研究亦都發現黑朱古力能夠幫助預防心血管病，可以幫助降血壓同埋抗炎症。另外，黑朱古力可以增加胰島素嘅敏感度，提升腦部思考同埋記憶力，同時亦都含有膳食纖維、鐵質、鎂質、錳質、鋁質同埋鋅質等，有助長者改善大腦功能，減少中風嘅機率。食得健康，亦都食得有腦啊！其實相信嚟講咧，除咗長者之外，用腦嘅大家不分年齡階層，黑朱古力都係一個健康食物。另外，Nono Channel 都補充一啲資料俾大家作為參考。中文大學做咗一個440萬人嘅飲食研究，研究發現紅肉攝取同糖尿病、中風有密切關係啊！中大嘅數據顯示，攝取過多嘅紅肉同心血管疾病、二型糖尿病嘅風險增加有關。每日攝取50克嘅加工紅肉嘅人，心血管疾病嘅風險就會增加26%，而二型糖尿病嘅風險就會大增44%。之下，東方飲食嘅文化就以穀物、蔬菜為主，攝取紅肉會較少。相對嚟講，西方飲食文化就以紅肉為主，攝取蔬菜同埋穀物量會較少。前者即係指東方人罹患心血管疾病同埋二型糖尿病風險會相對較低，但係在於大家真係要食得健康啊。Nono Channel 今次分享主要嘅就係銀髮長者食得健康嘅10類美國營養家推薦嘅食物，既能夠食得健康、護血管、強心臟、助抗癌，亦都係防老退化。相信除咗銀髮長者之外，其實一眾嘅大家既用腦用眼想健康嘅話呢，呢10類食物其實都啱㗎。希望大家對於 Nono Channel 今次分享健康飲食嘅10類銀髮長者食物點讚、留言同埋分享，亦都希望大家喺我開通咗嘅 Super Fans 嗰度啦，能夠獎勵我一杯咖啡，嚟為我添注動力，揾多啲唔同嘅內容同大家繼續食得健康、生活得開心。如果你喺我嘅 YouTube 裏邊見到有廣告，亦都希望大家幫忙睇咗佢，
為我增添動力啊！今次分享銀髮長者食得健康嘅10類推薦食物到而家啦，拜拜。